好，咱们再来它2页，每次4页，咱们现在的速度。101页最底下这个第4种情况是自主动词的过去时加上着，这个着呢也跟第3种一样，跟这个옹啊同样有会，就是会不会的意思，也就是有这个未来，就是表示未来的意思。着跟那个옹是一样的意义，就是옹来了就是会来，着会走会发生，有这个意思。所以过去时加上着呢，可以构成表示经常发生，或者是说未来时谓语，就是表示未来会做什么的，将会做什么。这个着跟那个옹都有这种就是表示未来的意义，未来会如何如何，跟上边那个第3种是一个类型。表动作离只是这个方向跟那个옹不同，那个옹是表示未来会来，未来会发生，这个着呢是表示未来呢动作离开第一二人称或话题正涉及的处所，也就是说是往离己而去，往远处走，那个옹是往近处来，这个方向不一样。咱们来看具体的例句啊。第9个是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我也，然后后边这个先看后边动词是着吧，就是我也去。我也去干什么呢？在这个去字的前头是目的，都前边是tu lo，学习tu，学习咒术。我也去学习咒术，然后呢加个为，就是由于这一句整个就成了原因，后边呢会自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让热nam，让热nam，这个让热是让是自己，热加个热就成了我们，就是成了很多的自己，我们，这是一个常用这个就是常用的代词。nam还是说我们这大家，deb 着，deb 前边出现过，就是一起，就是前边也是一起做什么，这是一起走，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米拉日巴不是要去学咒术吗？他碰到这个路上啊，碰到这个就是有的人说我也要去学咒术，咱们一起走吧。后来他们大概3-4个人一块儿这个都到那个上师那儿去了。这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着也可以做这个跟这个就是跟这个什么样的跟自主动词的过去时结合起来呢，表示将，就是未来时表示将做什么，将去，那个옹表示将来，将会发生，这个着呢表示将要去，未来要去，方向不一样。好，咱们来读一读这个句子啊，是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 ngayang tu lobdu 조웨让热nam deb着让热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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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着再看一个지경 튠着呢지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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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튠着呢这句话是米拉日巴的上师对米拉日巴说的，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上师很有意思。这个米拉日巴呀，这个看上师老不传法，他这个着急，他要走呢，上师说지경就是不管怎么样也，无论如何也，就是你看지就是用什么也，就是说
不管如何也，就是无论如何也，无论如何也要干什么呢？驱着呢？如果着是走，驱是出发，就是这个走不是在路上中间走，是还没有走开始走，出发走，驱。这个如果无论如何也要走的话，也要动身的话，也要出走。你看这个他译的好，就是说那个驱出发一声出，后边一声走。你若无论如何也要出走，哎，后边啊，爱囊内，我的里边，乃是从我的里面，这个囊就代表家，哎，从我的里面就是从我的家里，从我的家里怎么呢？是切开为滚参血。切开为滚参血，切开为先看切是什么呢？切是这个细末，切是细末，面粉状，哎，就这种东西，面粉细末，就这类的东西。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一个词儿的简写，就是如果要是切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是细末，如果要是再加一个切妈日，就是麻瓤，哎，就是切，然后一个点儿后边加一个词叫马日，哎，就是两个字母就放在一块儿，一个麻一个瓤。切麻日就是成了马日是油，马日是油，不是美麻日不是灯吗？油灯哈，哎，这个切麻日就是油面，就是糌粑，下边有那俩字儿糌粑，就是他这儿呢，就是这个切麻日的这个简语，就不把麻日带出来了，就是切就代表这个糌粑。这是一种这个就是因为藏语嘛，他就一说切，哎，他就不用说那么多，他就知道是这个糌粑了。carry 就是携带走糌粑的什么呢？滚参，滚咱们学过是音，原因的音，原料原材料。哎，原料、财物，这么几个意思。主要是原因，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原料，哎，原材料，在这个抽象意义上就是原因。这个参呢，这个咱们以后在这个理论性的那个佛经里头会经常看到啊。这个参是什么呢？它的基本含义是名字的敬语。在讲那个心经的时候，哎，讲过参的基本含义是名字的敬语，然后它引申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标记、记号，哎，就是名字就是一个标记嘛，就是一个标号嘛，记号，哎，然后呢，这个咱们佛经里头经常以为像，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眼睛的木，那个两个木的那个像，哎，就是实相啊，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那个相，哎。这个参经常就译成像，就是什么呢？就是名字、标记、标号，哎，也就是一个像。所有的像都是名。你看这个，它这个含义里头就能把这个佛教的道理带出来。好，这个参是像，然后滚参呢就是音像。如果要是直译就是音像。滚参，它的基本含义是原因。理由、道理，韩老有时候就译成因由，原因理由就合成一个词儿，哎，也挺这个概括性。因由、道理，血是说的命令式，说你说什么呢？说理由，说什么理由呢？说从我家里带走糌粑的理由，什么意思呢？米拉尔巴
肯定也是跟他们师母啊一块商量的，要走得带点路上干粮啊，可能他师母就给他准备了点糌粑就带。结果上师也很有意思，你要走你就走哈，你为什么从我家里头带糌粑？你说出个理由来。这个上师很有意思啊，上师这个思维啊很好，也很幽默。哎，无论如何你要走的话，好，没关系，但是呢，你得把从我家里头拿这个糌粑的理由说出来。哎，这个他这个所谓的语法意义呢，就是说，就是前边那个，就是说走，出发走，从这里往别处走，表示一个方向，离去，离说话的人而去，这种走表示方向，也是表示未来将要走。好，我们来这个读一读这一句啊。即将君着那，即将君着那，即将君着那，即将君着那。我囊内且开为，我囊内且开为，我囊内且开为，我囊内且开为。君参血，君参血，君参血。君参血。最后这个血呀，说你说，跟那个山东说话说血说就是血，哎，所以还挺好记。血，你血，哎，你说，这是命令式。再来一句啊，我给他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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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他教就是他，他教是比较尊重的主人呐、什么，他教合起来还是就是他们家的主人就是父亲。我让给女儿扛月给，我让给女儿扛月给，我让给女儿扛月给，我让给女儿扛月给。我让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那就是我们家的女儿财物，一个是财物，一个是宝贝，这就不是宝贝了，这就是他们家的财物。扛月给，扛任何所这个月有任何有的，也就是所有的财物。扛是和就是什么有的任何有的，扛月给所有的，我们家所有的财物，给用这个所有的财物做一个工具，用它干什么呢？后边塞日虐内，塞日虐内，塞日是金子，虐是这个如果不带仨，鸟娃是买东西的买，虐是它的过去时，买什么呢？买金子，用他们家所有的财产买金子，实际上就是把财产卖了换成钱，换成金子用。对，他这是用了一个买，就是交换换成金子，交换。然后他把家里的全部财产换成金子之后干什么呢？叫嘎嘎啦开始着，嘎嘎啦开始着，嘎嘎是哪儿啊？印度。开始带走带去到印度，这是米拉日巴的父亲，应该是米拉日巴的父亲，我记不清了啊，咱们就这么讲啊。米拉日巴的父亲呢，把家里的所有财产都变卖了，卖成金子，然后呢带上去印度了。带上去印度看干什么呢？出日缺妈了。初日缺妈了，初日是这边，就是那边这边，初日就是这边，这一边很简单，一个状语，这边。这个缺妈是什么呢？是礼物，赠品礼物就这一类的。
这几个礼物就行了，赠品、礼物、送人的东西。拉也是作为礼物，作为这个什么东西作为礼物呢？再往后看，波滴是书卷，书函、经函、书卷，这个就是书了，就是书，因为那个时候书都是这个很笨了啊，一弄很多。像印度的那个书是什么呢？是那个棕榈叶，然后钉在一块儿，所以一函一函的，一箱一箱子的，所以它这个书函实际上就是书。然后后边还有形容词，插扔瓦莽包，这个叉是什么呢？叉是这个细小，叉是细小，叉是细小。这个人哇是长，这就是一合起来就是细长的书。它那个棕榈叶当然是细长的书了。然后莽包很多，然后呢 cairne 带了之后，带什么东西呢？带了很多细长的书，作为礼物，实际上这个它也不是说作为礼物，就是说弄了那么多金子带到印度去，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金子的换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带回来很多细长的书。然后这个粗日呢，就是带的方向带到这边来，就是把金子带到印度那边去，然后呢带回西藏这边来，带回来什么很多细长的书。最后啊是 lip 是到达，lip 到达，好像还是到达的一个敬语，到达。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带到，往自己说话的时候往西藏带到了很多细长的这个经，也就是说他父亲呢变卖了家产到印度去呢，换回来很多这个佛经，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语法意义这个都很简单，你看画了横线的那个叫开尔卓，带往哪儿带呢？往远处带，往印度带，带到这个说话的人的相反的方向去，就这么个意义。好，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啊。爱给帕焦尼，爱让给诺尔康约给，塞日虐内，加嘎拉开着，粗日撇马拉波迪，查人瓦莽包开内，类用。下边第5种类型是什么呢？说自主动词的过去时加上松或者是沁，构成过去时谓语，表示动作离开这个说话的人往远处去。这个更好理解了。过去时加上送本来就是走了，沁也是走了，走的过去时嘛，就是走了，往远处走了，就是送。记住，送跟沁就是往远处走了。好，咱们来看例子啊。空搓鱼肚罗松，空搓鱼肚罗松。空搓是他们，搓是一大帮嘛，搓是集合起来。鱼肚往家乡，罗是松是往家乡去，罗是回家乡去。说回家乡不是来吗？这是跟那个米拉日巴不是他们好几个人去学咒术吗？
学了个差不多的时候啊，人家都就回家乡去了。这是米拉日巴说的话，所以是离他而去。米拉日巴为什么不回去呢？他妈让他学的咒术不是像他们学个咒术就回去了，他妈让他学的咒术是得报仇，得把那个他叔叔那帮人，他得他打败。所以他们走的时候，他学的咒术还达不到这个力量，所以他不敢回去见他母亲。所以呢，他们都转回家乡去了。这个米拉日巴还得在那儿学，这个意思。离那个米拉日巴远去，所以松就是往远处走了，记住这个意义就行了。读一下啊，空撮鱼肚罗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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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句，切错的，切错的，切是糌粑，错是什么呢？是强夺，强行夺走，抢劫。这是这个抢劫的过去时，它的现在时是什么呢？前边加个啊沃，后边把撒去掉。错吧，就是前边加啊沃，后边把撒去掉，就是它的现在时。现在时、未来时同形，过去时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错就是夺走，强夺。夺走糌粑之后，就是一个停顿，就是夺了之后怎么样呢？囊度那么松，囊度里面，这个如果不说，你像这儿有背景的，这是什么呢？上师啊，把那个米拉日巴的那个糌粑啊强夺过来，囊度那就是屋里头家里头，那么松，那也挺好，这个记就是拿着，那么就是拿着，带着就是携带着，拿着，这所以那跟这个拿着这个发音相似，拿上走了，送拿走了，拿上走了，上哪儿去了？上囊度，上屋里去了。上师呢，看下边啊，他把糌粑夺走，拿到里面去了，拿到屋里头去了。这上师很有意思，这个上师实际上这个折磨他是为了消他业障，所以他不明白他折腾了几次要走，上师实际上不愿意让他走，所以就是装的挺有那个道理啊。你走就走，你拿我的糌粑干什么呀？一把抓过来，往回屋里去了，很有意思啊。咱们来这个读一读，切错的，囊度那么松，最下边一句说，爱nam，我们，米通瓦堂，中间省的就不管了。米通瓦是看不见，通瓦是看见。米通瓦你不要说不看见，这就这个说不通了。米通瓦就是否定它，说看见，否定，那就是看不见。看不见谁呢？往前找，记住，一定记住这个动宾结构，一定是动词在后，宾语在前。看不见我们，这是干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一伙人结了伴儿要去学咒术，母亲送他们，所以呢，这个具体的场景我记不清了，反正咱们就这么来理解啊，就是看不见我们了，然后呢，堂就是后边还有动作。阿妈鱼肚，阿妈妈妈鱼肚往家乡，这个远了大了说是家乡，实际上就是往家，往这个母亲的自己的家，可能把他送出来，在路上吧，送一段距离，然后往家也叫鱼肚。然后呢，五行罗沁，五是哭，
哭和罗回沁去了。哎，记住，沁是走的过去，是走了，哭着回去了。哎，就是回到哪儿了？回到家里头去了。母亲哭着回到家里去了。到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母亲哭着回到家里去了。好，读一读啊。爱那米通瓦堂，爱那米通瓦堂，爱那米通瓦堂，爱那米通瓦堂。阿妈遇到我行罗亲，阿妈遇到我行罗亲，阿妈遇到我行罗亲。阿妈遇到我行罗亲。我看这个时间呢是半小时，能再来点儿？咱们就再来一页吧，再来一页就不拐过去了，咱们就再来那个就来到这个倒数第3行这啊。第27节叫述说动词，这更简单了。什么叫述说动词啊？就是那个说字儿，说谁谁谁说，谁谁谁说，就是这个说字儿。说字儿呢，它不是一个单词，它有很多单词，它都给你介绍一遍，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也读一下啊。词一位用语言来表达意思，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哎，就是这个说这个动词啊。为述说动词，述说动词作为谓语的句子，一般主语注意啊，一般主语用句格，间接宾语用业格，就是对谁说用一个啦，哎，用业格。直接宾语用主格，就是说的那个话呀或者什么用主格。直接宾语可以是句子或者是句群，就是句群就是可以说好几句。哎，咱们来看一下啊。说的谁说用句格，对谁说用啦，用这个业格，哎，就是间接宾语。好，就是对谁作业啊。咱们看例句，第一个，述说动词做谓语，一般谓语，注意啊，这个动词啊，一般谓于宾语之后，就是说先说那个话，然后最后说，哎，就是动词在话后边。但有的也可谓于宾语之前，但有一些呢，它就跟咱们汉语一样，咱们汉语都是谓于宾语之前，都是谁谁谁说，然后话在后边。藏语一般是先说话，然后说，再出现那个动词，但是它主语一般是在前头。咱们来看啊，但是有时候呢，它也这个就是那个说字也跑到前头去。第一个例句，拉妹牙了呀，拉妹拿了呀，拉妹拿了呀，拉妹拿了呀。拉妈是主语，哎，它加一个撒，加个句格是主语。拉妈这个对谁说呢？拿了，对我说，哎，这就是你看主语宾语，就是说对谁说，谁对谁说就很清楚。羊又对我说，哎，又对我说，又说了句什么呢？说却给挨了羊，却给挨了呀，却给挨了羊，却给挨了呀。却你给这说的话里头，你是主语，他做句子。你做了个什么事儿呢？挨了，对我。你看，在句子里头，米拉日巴成了主语了，上师也成了宾语了，就是你对我。哎，这个米拉日巴对上师怎么样呢？羊这个就是也呀，也怎么样呢？潘托波让切贝。潘托波让切贝，潘托波让切贝，潘托波让切贝。潘是好处、利益、恩惠，哎，这个托包呢，它这我那个就是查字典你查不到，这是问了周老师的，这才这个就是想起来，我把那个原来听课那个动词那部分教材给丢了，实际上这些肯定都在那上记的，下边形容词那个我又找着了，这个结果问周老师，这才字典上是偷八是什么呢？偷八就是这个拿着直持，哎，就是直持拿着，这是一个意思。当然拿着啦跟携带拿着跟携带是也可以算一个意思啊。
然后还一个意思呢是耽搁阻碍，阻碍，哎，这个咱们那个佛教里头有这个就是有碍，就是托跋，这个无着菩萨呀，就是托跋没吧？哎，就是没有阻碍。它的译成着，实际上是挂碍，实际上是那个阻碍。也许他把前边那个执持啊，就是那拿着呀，也许当成理解成就是执持有点执着，没有执着，所以无着，也许有这个意思。咱们这因为以后又要用，所以咱们就介绍一下，这是托跋。然后这个贪跟托跋那个合在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拿着好处，或者是说后边这个耽搁阻碍呢，也有一点挂碍，就是挂碍好处，挂上好处，反正就是拿着好处，就是说有好处，就是带来了好处啊，用携带带来了好处，但是这个为什么改成包呢？因为啊，这个他把这个动词啊变成了形容词，就跟咱们不是好多把动词变成名词嘛，他这个在包就是把这个动词变成了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贪，所以呢叫形容词化。前头一直这个什么名词化，加个八呀，加个娃呀是名词化，现在又出个形容词化，所以呢字典上查不到，以后也记住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带好处，带来好处。嚷，注意啊，这个嚷我也这个忘了，周老师一提醒。嚷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自己，第二个含义啊是十分、很、相当，表示这个程度的嚷，咱们也出现过，就是好像那个米拉日巴的父亲，被一种很严重的疾病，那个就用了嚷，相当严重，记住这个嚷是一个是自己，一个是相当，就是十分很代表程度的，就是切呗，就是做了，说你做了，你做了什么呢？对我做了，你也对我做了什么呢？做了这个相当，带来相当的好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带来好处，带来好处呢，还这个。相当就是十分的好处，这个很有点好处。下边翻的也很好，说你也实在帮了我的忙，就是啊，真的是帮了我的忙，翻的也很好。这是上师对米拉日巴说的啊。接着来，拉玛马尔巴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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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玛是上师，马尔巴是上师的名字，马尔巴是米拉日巴的上师，这是他那个下雹子的那个上师，是吧？他因为下了雹子，帮了那个上师的忙啊，那个上师呢让他去到这个马尔巴上师那儿去，然后呢他说这个拉玛马尔巴唐，注意后边啊，结尾掐根kiss， 结尾掐根 kiss， 结是见，这是个敬语，见这个上师啊，见这个高级人物啊，这个结见面的掐，咱们知道是手的敬语，单是一般来说是依靠，就是单是依靠，这个掐单合起来是什么呀？就是叫这个近见理儿，见面礼。这个掐呢，它就没有手的意义了，它就成了一个敬语的那个头似的，靠这个来见啊，见面礼。说这个，然后提是做，其是命令式，做
见面礼吧。跟谁见面礼呢？唐这个拉玛马尔巴跟马日巴上师的见面礼。这是这个那个上师对米拉日巴说的话。什么东西呢？然后后边我忘了这个带上这个松，这咱们就不读了。就是他上师对他说，这个松这就是述说动词。你看，一般这个说这个动词呢，说的话在动词的前头，宾语一般在前头，一般动词在后边，这是一般情况。松了什么呢？松了前边这些话。上师对我又说了这些话。说完了之后呢，塔尔又技囊，塔日是绸缎，又是一批那个又是批，既是一批绸缎，咱们前头见过。囊是一个敬语，就是给的敬语，颁给、赐给，允许、批准、允诺，这个承认的这些的一个敬语。这就是上师呢对他说了这个话，然后给了他一批绸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师说你也你了，你对我也做了相当的帮忙，做了相当的好处，给了相当的好处带来相当的好处。所以呢就给了他一批绸缎，说拿这个绸缎做与马日巴上师见面的礼物吧。就是整个这个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颂是说动词，它一般宾语说的话是在前头的，就这么个意思。咱们来读一遍拉妹牙拉样，拉妹牙拉样，却给挨拉样，却给挨拉样。潘托波让切贝，潘托波让切贝，拉玛马尔巴唐，拉玛马尔巴唐，结尾恰登 kishi 松，结尾恰登 kishi 松，塔尔有技能。这个颂一定要读在这个句子后头上跟着，否则的话再来个说就很别扭。好，还有2句这个语法意义很简单，咱们就读一读下边一个是给报拿人，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藏语里头也会有跟汉语一样的情况，就是谁先说动词后说宾语，先后说的话。这个拿人呢永远不变化，也不什么，就跟相当于汉语的说，国王说就完了。说什么呢？说爱马家塞等，爱马家塞等，我的马甲可不是马甲，马甲是什么呢？卡是鸟，是吧？这个马甲呢，这个光这个字儿的含义是伤口、窗口，创伤是这个。创伤鸟，记住这个不是好鸟，孔雀。孔雀在有的民族里头认为好鸟，有的民族认为是叫坏了。反正咱们就是为了不说它好坏，咱们就是为了记单词，就记住创伤鸟就是这个孔雀。这个孔雀塞党，塞是杀死，党就是杀死了吗？就是变成一个疑问词。我的那个孔雀你杀死了吗？杀了我的孔雀吗？问这个话。下边
论别卖吧，论别卖吧。你看，给包拿来，就是这个拿来啊，跟汉语一样，谁说就是谁，不用变，不用那个带这个什么句格呀、什么不用。但是后边这些那个其他的呢，他就要求这个一般不是要带句格吗？你看卖吧，哎，就要带句格。卖是过去时，说大臣带句格说了，说什么呢？赛多。然后给别卖吧，哎，你看用卖吧就要带句格，这回带上句格了。这个注意，这个卖吧呢，有时候在前头，有时候在后边，现在呢都跑到前头来了，跟着那个拿来学。这个国王说什么呢？说举记，什么原因？这倒简单，跟汉字似的，一个因一个什么原因？为什么啊？然后后边啊，举阿妈谢斗，举阿妈谢斗，举是原因，然后阿妈是什么呢？阿妈是这个先前面，就是时间上来说的，就是过去，哎，过去古时候，哎，这么几个意思。过去、古时、早先，前面，这就是时间上就是先前，就是这个意思。记个先前也可以了。谢作就是说了，哎，过去时说了，说了什么呢？这不是说的话了，说了理由。他不能那个国王说什么理由，他就说理由，他不能，哎，这就不是他说的话，这成了那个写文章的人的一个叙述，说了理由，说了什么理由呢？阿妈说了先前的理由，前面的理由，就是前边文章里头说过那个，肯定是前边先介绍他为什么杀，然后呢，国王问为什么理由啊？说了前边的理由，前面说的那个理由，把那个情况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回这个动词又跑到后边来了，宾语那个比阿妈又跑到前头去了，这就成了那个动词在后，宾语在前。像前头那个呢，都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说的话在后边。好，读一下啊。给报拿人，爱马家塞当，论别卖吧，塞多，给别卖吧。举记，举阿妈谢道，举阿妈谢道。最后一句啊，看一下那个这一句话上边那个啊，说拿人做谓语，主语不用句格而用主格，有时宾语后还用另一述说动词与之呼应。这个拿人啊，记住还有一个特点，他可以拿人后边就把话说完就完了，他还可以什么呢？后边再呼应一个动词。实际上这是藏语的一个习惯，他因为习惯老是那个宾语在前边，动词在后边，他说完了这个不习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后边呢再加个动词，跟他就等于两个括引号把这个话给括起来一样。好，咱们来看一下啊。참새拿人，忒托梅色儿，忒托梅色儿。참새婆罗门拿人说，忒那个托，咱们刚学过是担心是吧？那个怀疑疑惑是吧？前头学刚学了。没就是没有，不用担心，哎，那不用担心。谁儿这也是说，你看他这个说就是跟前面那拿人呢互相呼应，就是把那个说的话呀给前后引号给引起来了，就起这么个作用。所以这个述说动词的，你看你语法意义都很简单也好理解，主要就是学点单词，学点那个句式，哎，多读一读就行了。咱们读一遍啊。참새拿人，忒托梅色儿，忒托梅色儿。
今天就完成任务，咱们回来把它读一遍，从这个100页开始啊。Na namba namki Puchung gawar chebe yobje Puchung gawar chebe yobje Gen tang kue tang Gen tang kue tang Medoge chengwa nam Medoge chengwa nam Ker onso Ter lunbue jie xin de Ter lunbue jie xin de Kong ni信度扎巴尔九巴拉，空尼信度扎巴尔九巴拉，西维达妹呢，给别重度吹翁索，体内爱罗永白，南都秋路南，秋罗给凯瑞。吉沃根基尼唐切，能叫把腿囊度撇小，腿你爱给米安。腿越读吧，腿让腿对吹笑，有把鸡当包钱呢，开让妈妈的确数吞笑，也用松腿蛋仔，一担啦听把谢讲，一切米翁上，第二哈基给测度，伦波热巴坚记得那，夹片你吞翁，这个啊，牙痒吐落肚着外，让人难得着，即将吞着呢，
即将听着呢，即将听着呢，即将听着呢，俺能耐且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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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参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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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给怕教你，俺给他教你，俺给怕教你，俺给他教你，俺让给女儿扛月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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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儿女呢，三月呢，三儿女呢，三月呢，干干了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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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儿缺妈了包的，春儿开妈了包的，初儿缺妈了包的，春儿开妈了包的，差人娃忙包开来来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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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错鱼肚罗松，空说鱼肚罗松，空错鱼肚罗松，空说鱼肚罗松，切错的囊肚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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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俺那米通瓦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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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鱼肚五行罗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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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麦牙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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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给俺了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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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突包让前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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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马尔巴汤，拉玛马巴汤，拉玛马尔巴汤，拉玛马巴汤，结尾恰单 K 西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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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技能，还有技能，他有技能，还有技能，给包拿来，给多拿人，给包拿来，给多拿人，俺马家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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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别买把塞多，林别买把塞多，论别买把塞多，林别买把塞多，给别买把狗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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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阿妈写多，狗阿妈塞多，狗阿妈写多，狗阿妈塞多，长塞拿来，长塞拿人，长塞拿来，长塞拿人，推托梅塞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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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成任务。